喺依家呢個時代，城市科技迅速發展，好多傳統手藝都逐漸消失，而手寫小巴牌就係其中之一。好多人認為手寫小巴牌只不過係一種小巴工具，根本冇真正注意過佢嘅意義。實際上，香港小巴水牌承載住香港獨特嘅回憶同埋文化。由2004年領牌紅 van 高達1668架，到2024年突破新低至792架，紅 van 數量隨年遞減，而水牌用量亦隨即遞減。依家從事緊呢個行業嘅師傅就剩返一個。大家好，我係麥錦生，我今年係68歲嘅。1982年咧開始加入小巴牌呢個行列，到而家已經寫咗小巴牌大約43年。其實我係1978年咧喺呢條街嘅街尾開始做招牌，做咗4年之後咧，因為佢收翻我個鋪頭，唔租俾我，搬咗嚟呢度。呢度係小巴站嚟嘅，其實而家都係小巴站門口。咁啲小巴司機見到我識寫字，就叫我寫小巴牌。以前啲招牌80%都係手寫，唔同而家咯。其實就好簡單嘅啫。我 show 俾大家睇下，就係咁嘅啫。就係一個毛筆、漆油同埋膠片，就呢3樣嘢就可以寫到噶啦。小巴司機要求嘅咧就係字體清楚，粗啲、大個啲，因為佢哋對嗰個美觀美術係冇乜心得嘅，最緊要個字夠大個，佢覺得大個字就搶眼噶啦。我寫得最多就係旺角佐敦道啦，因為我哋喺呢個區啊嘛，咁呢個牌就寫得最多，係最熟啦。其實咧，小巴嘅牌嘅字數咧就唔會超過8個字，好少超過8個字嘅。排版嘅意思就係最好就清清楚楚，表現得終點站同埋路經嘅地方，係咁簡單嘅啫。剛剛開始就冇嘅，即係只係實用嘅啫。因為而家紅 van 已經步入夕陽啦，近呢幾年一路綠 van 取代咗紅 van 嘅，即係大家都知道有紅 van 呢樣嘢，但係慢慢啲淡出咗交通工具啦。大家會懷念紅 van 嘅年代，因為1969年就開始有紅 van 啦，有紅 van 就有水牌啦。69年到而家就已經係56年㗎啦嘛。56年裏邊，香港亦都從經濟唔好嘅時候一路起飛啦。亦都經過好多時代嘅轉變啦、回歸啦、石油危機啦，一路轉變到而家，紅 van 都係佔一個位置嘅。亦都值得去保育呢個文化。我覺得全世界暫時冇一種交通工具好似香港呢種紅 van 咁嘅營運模式。近呢10年有一啲係潮語嘅小巴形式嘅水牌出現，佢唔係小巴水牌，但係用咗小巴水牌嘅方面嚟做一啲潮語嘅牌同埋鎖匙扣。呢啲係無限創作嘅。譬如我哋以前做小巴水牌，就係做齊19區就冇得做噶啦嘛，冇得創作噶。但係潮語就不斷創作嘅，因為你哋年青人嗰啲潮語可能2-3個月就已經轉嘅啦嘛，我哋會一路跟住咁做。呢個同紅 van 淡出好有關係嘅。紅 van 都淡出咗啦，水牌文化都一樣淡出埋啦。電子水牌即係而家見到大家係電子嗰個小巴牌咧，其實就係同巴士一樣啫嘛。佢巴士先用，我哋跟住用啊嘛。我哋用嘅時候多數都係用喺綠 van 度嘅，紅 van 好少嘅啦。傳承就傳承文化嘅啫，因為你話揾人接班做我哋呢行係冇乜意義嘅，因為已經夕陽，再做根本冇生意噶嘛。而家我哋大部分嘅時間用嚟保育紅 van 嘅文化，唔係話愛嚟做紅 van 生意，唔係。我1982年寫啦，寫到而家43年，我諗冇咩工作可以做到40幾年。
咁我會繼續做落去。而家後段咧就係唔係話為咗揾錢㗎啦，一半係為咗保育啦。數量肯定以前多嘅，但係而家我寫水牌嗰個價錢係貴過挑黑幾倍。點解要咁咧？因為我寫唔切咁多。因為點解會而家有人揾我寫嗰啲唔係小巴司機嚟㗎？嗰啲係佢覺得人生嘅大事重要嘅，結婚、生日、畢業、移民呢啲就揾我寫啦。因為佢覺得係人生嘅重要嘅階段。你叫我寫兩個都唔會一樣㗎，佢咪覺得意義就喺呢度咯。咁啊，梗係唔會好受嘅。不過我覺得時代進步啦。如果話1969年根本冇影印機啊嘛，根本做唔到呢樣嘢。咁而家一路先進啦，咁而家連電子牌都出現咗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必然嘅階段。技術進步同埋而家紅 van 已經邊緣化咗啦嘛，已經唔係一種重要嘅交通工具，即係政府亦都唔會太在意我哋嘅，因為我哋屬於少數，我哋先得嗰幾千架，又冇嗰個專利權，咁幾間巴士公司佢已經可以 cover 晒我哋啲線㗎啦。而家我哋以前剩翻就係通宵線可以仲係可以做到少少生意，但係而家幾間巴士公司一路出通宵線已經 cover 我哋啲線㗎，所以我哋變咗存在嘅價值好低咯。而家你喺市面見到得幾百架紅 van 嘅咋？呢樣就係你哋年青人提議嘅，因為大概2010年度有傳媒訪問我哋，咁訪問咗之後，年青人就嚟睇下原來仲有一間做緊小巴牌嘅，咁佢見到我啲小巴牌好中意啦，但係想買，但係咧太大個，買翻去又牙掟，父母又會鬧佢啊嘛，咁貴，咁佢建議我哋可唔可以做啲細㗎，可以譬如掛喺個書包度，可以紀念下小巴，又唔使俾咁多錢。呢個建議幾好，咁我哋一路做都好似幾受歡迎，越做越多。希望會咯。而家政府話2027年會喺呢個人工島做一個香港交通博物館。咁我而家下邊鋪頭個小巴，我同佢商量緊，我捐俾佢。到時我哋小巴喺呢個博物館去佔一席位。如果佔一席位嘅，大家如果對交通區有興趣，永遠會記得我哋㗎，因為我哋會有一席位喺度。就覺得看起來蠻有趣，然後它的字體跟它的一些型就做得蠻有特色，所以蠻吸引我。對，我想要買回去當伴手禮。覺得蠻好看的，蠻適合掛在房間的，蠻有香港的特色。Yes, it's good, very interesting. So, now I'm living in Hong Kong, but I bought some for my souvenir. I find them very attractive because it draws the eye, and so it's easy to notice. タッチよね。そうこのフォント文字はとても可愛くておしゃれ、キューっていうか、で可愛いと思います。私もそう思ってて、お土産とかにも大きくなくて持ち帰りやすくて、でやっぱり可愛いし一目でわかるデザインなのがとってもいいなって思ってます。小巴水牌呢門手藝前景都越嚟越唔明朗。麥師傅依然堅持呢門即將失傳嘅手藝，仲將呢個夕陽行業變成一盤生意，由傳統小巴水牌進化到潮語鎖匙扣同埋個人化水牌，跟貼潮流，將小巴工具扭轉成年輕人都願意俾錢買嘅潮流飾物。